掌声欢迎！我们卢天林董事长、经济部的沈部长，还有我们在场的亚航的同仁，尤其是我们年轻的新进的同仁，还有我们各位贵宾、媒体朋友，大家早安。好。今天开始是我们5+2产业创新系列的行程，目的只有一个，也就是说5+2不是只是口号，是一个具体的产业发展跟创新。所有的政府都说要拼经济，但是我们拼经济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过去多半是由政府扶植领头产业，不过我们5+2是不一样的。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透过系统性的整合既有及新增的产业的创新，带动整体的产业以及经济结构的转型，让台湾的经济真的能够登短。经过将近2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做出了初步的成绩。我要特别邀请现场的媒体朋友，透过各位的文字跟影像，共同来记录并且呈现台湾经济结构的转型过程。那么在这段旅程中，我们第一个要考察的是国防产业。那么在今天一整天的行程，大家可以看到国防产业这2年来令人振奋的变化。那么我们的国防产业，其实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国防就是国防，它牵涉的是国家的安全。但是我们都忘了一件事情，国防其实是我们国家经济里面内需很重要的一个来源。那我们的国防产业是包括什么？其实刚才我们的经济部的沈部长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说明。那么国机国造是这个政策的一个领航的一个政策。那么除了国机国造之外，我们还有让我们的元件、零组件的制造可以更精进。那么今天我们所在的，也就是我们的台航，也就是我们维修产业一个重要的指标。在这个整体的政策之下，国际国造是我们既定的政策方向。发展国防航太产业，我们有信心，也有决心。亚洲航空就是我们这个计划推动者之一。那么在卢天林董事长的领导之下，亚航这2年来的成绩是有目共睹，不仅接下了许多维修的订单，营业额翻倍成长，还成功的上市上柜。那么除了营业额的成长之外，我们也创造了更多优质的就业机会。那么这2年来，亚航增聘了200多位工作的人员。那今天在现场，我相信就是这200多位的员工的主要的代表。那我看到现场确实有很多年轻的面孔，我要告诉大家，航太产业一定是一个有未来的产业。刚才跟我们分享心得的凯婷，让我印象很深刻。深刻的原因之一是，她的演讲真的比我还好。如果是在2年前，像凯婷这样的年轻人，可能不会出现在亚航。但是凯婷在这里上班，就代表了我们的政策确实为更多的年轻人带来好的工作机会。那我也要恭喜凯婷，过一阵子就要做妈妈。那么刚才卢董事长也告诉我，亚航呢预计在将来的几年会快速的扩张亚航的营业，那么同时也会招募更多的年轻人来加入我们亚航的行业。所以各位只是我们在亚航走向扩张期的第一个加入我们亚航团队。我相信将来有更多的年轻人会加入我们亚航的团队。那么亚洲航空所有的同仁的努力，都是为了要筹建台湾新一代的航空维修的能量。我们不只是要透过国内市场站稳脚步，更要打国际杯，争取更多的、更大的
国际市场。那卢董事长说，做生意要有企图心，所以我们不只是要造自己的飞机，还要修自己的飞机。我们不只是会修自己的飞机，别人的飞机我们也会修。那么在各位周边看到的来自不同国家的这个飞机在这里维修，我们非常有信心，未来亚航也会向全球市场，尤其是新南向的国家市场来争取机会。那亚航的努力会证明提升航空器维修的能力，不仅是提升了我们的国防战力，那么这些技术如果能够移转到民用市场，更能够创造无限的商机。卢董事长曾经谈到他的愿景，他说未来亚航除了要为各式的军机在不同的寿命阶段提供整体的后勤资源之外，更要成为亚太地区单走道客机以及直升机的维修中心。那么卢董事长加油，我们会支持你。那么请你全力以赴，为我们国防产业的发展创造出更多的机会，成为台湾经济整体结构转型的一个重要的指标跟带领的力量。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亚航的成果，让人感到很欣慰。国际国造的政策我们不会改变，请大家使命必达，务必完成任务，在台湾的国防产业的这一条发展的路上，我们一起来努力。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同仁，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感谢总统为我们的加冕。那么现在呢，我们各位同仁即将跟总统来做一个大合照。